Hello 各位雜不楞嘅老友，好多謝大家嘅支持。行到今日第6集，我哋終於嚟到呢場全球大戲嘅最後一幕。大棋局嘅眼位點解係委內瑞拉？喺過去5集，我哋睇到俄羅斯喺戰時虛火入邊慢性自殺，睇到中國喺房地產毒藥同人口陷阱入邊掙扎，睇到中東嘅贊助體系崩潰，亦都睇到阿根廷米萊點樣用電鋸開民粹。你可能會問，老友，呢啲嘢睇落好散，到底有冇一個終點？有，呢個終點就喺南美洲嘅頂端，一個擁有全世界最多原油儲備，但係窮到連尿片都買唔到嘅國家——委內瑞拉。2026年嘅今日，委內瑞拉唔再只係一個失敗國家嘅代名詞。喺川普政府、馬斯克、Elon Musk 同埋一班影子領袖嘅佈局下，委內瑞拉正喺度進行緊一場外科手術式嘅政權更替。今日我會話俾大家知，呢場更替唔係意外，係一場精密計算過嘅回歸時間表。第一章，影子領袖培訓。點解馬查多 Machado 依家唔返去？老友，好多人問，點解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 Maria Corina Machado 仲喺外國？點解佢唔好似英雄咁衝返去帶領起義？一，拒絕伊拉克式失敗。你要明白，美國喺伊拉克同阿富汗跌過大跤，當時美國以為只要推翻獨裁者，民主就會自動生出嚟，結果換嚟嘅係20年嘅混亂。專業糾正，呢一次美國玩嘅係制度預熱。馬查多同佢嘅團隊依家喺華盛頓同馬德里，唔係喺度避難，而係喺度做緊影子政府培訓內容。佢哋喺度學習點樣喺接手嗰日即刻恢復石油產量，點樣重新建立中央銀行嘅信用，點樣同國際債主談判。佢哋唔係要做光環領袖，佢哋係要做專業經理人。二，避免過早節選。馬杜羅 Maduro 依家係困獸鬥，如果馬查多而家返去，只會變成另一個被捕嘅政治犯。川普嘅戰略好清晰，領袖要喺最黑暗嘅時刻過去，當地基打好咗嘅時候，先以救世主嘅姿態降臨。第二章，收復軍隊嘅秘密武器，贊助體系嘅暴力拆解。老友，你之前問過一個好正嘅問題，點解中東軍隊咁易背叛？委內瑞拉軍隊 FANB 點樣可以收復？呢度就係大佈局入邊最硬核嘅部分。一，認清本質，軍隊唔係武裝，係經濟實體。委內瑞拉嘅軍方掌握住石油、礦產同物流，佢哋唔係士兵，佢哋係攞住槍嘅生意人。收復方案 A， 經濟特赦 The Golden Bridge。川普政府正喺度同委內瑞拉嘅中層軍官傾訴，內容好簡單，你唔使為馬杜羅送命。如果你轉軚，你以前侵吞嘅資產，我哋可以透過私有化變成合法股份。呢個就係收編贊助體系。收復方案 B， 專業化與去政治化。當影子領袖返去，第一件事就係要引入阿根廷模式，將軍方嘅經濟特權收返，交俾馬斯克呢類專業公司管理。同時將軍隊人工提高10倍，但要求佢哋返入軍營。二，點解委內瑞拉會成功過中東？因為委內瑞拉冇中東嗰種教派衝突，佢哋嘅問題純粹係錢。只要解決咗錢同資產合法化嘅問題，呢支軍隊會比伊拉克軍隊更穩定，因為佢哋想要嘅係加入美洲經濟圈，一齊發財。第三章，川普與馬斯克嘅能源大計，委內瑞拉係最後一塊拼圖。點解川普咁執着委內瑞拉？因為呢度係美國能源霸權嘅終點。一，石油重質與輕質嘅完美結合。美國雖然產油多，但好多係頁岩油輕質。委內瑞拉係重油，美國嘅煉油廠最中意呢種組合。報告，一旦馬杜羅下台，委內瑞拉嘅油田會即刻對 Chevron 同馬斯克嘅能源公司開放。數據說話，委內瑞拉嘅原油儲備係3000億桶，係沙特嘅2倍。一旦恢復產量，全球油價會被徹底壓低。呢個係擊垮俄羅斯戰時虛火嘅最後一擊。二，馬斯克嘅星鏈與礦產。馬斯克需要委內瑞拉嘅稀土同鋰礦，佢正喺度佈局，用星鏈覆蓋成個南美，為未來嘅自動化採礦同物流打底。
呢個唔係援助，呢個係基建殖民嘅2.0版本，用高科技代替武力。終極預言，回歸時間表到底係幾時？老友，我大膽同你做一個預測，呢個就係所謂嘅回歸時間表。第一階段，2026年上半年，極限施壓與內部瓦解，川普會重啟最強制裁，甚至封鎖委內瑞拉嘅海岸線，同時透過影子政府向委內瑞拉軍方發出最後通牒。馬杜羅會發現佢身邊嘅人一個接一個消失，因為大家都要去領美國嘅特赦金。第二階段，2026年下半年，過渡期只進場，馬查多唔會係第一個執政嘅人，美國會先扶持一個過渡性委員會，由一班有軍方背景但親美嘅棋子組成，佢哋嘅任務係做醜人，清算殘餘勢力，修訂憲法，平定物價。呢段時間會好似阿根廷嘅休克療法咁痛，但呢啲痛唔可以由光環領袖馬查多嚟通。第三階段，2027年年初，光環領袖回國，當經濟開始止血，石油開始流向美國，治安恢復穩定，馬查多會喺全委內瑞拉人嘅歡呼聲中回國。呢個時候，佢接手嘅係一個已經掃平障礙、準備起飛嘅國家。呢個就係最佳時間表。總結，喺大佈局下，點樣做一個清醒嘅普通人？老友，呢個雜不楞系列嚟到最後，我哋講咗咁多大棋局，你可能會覺得呢啲嘢離我好遠，但其實唔係。呢個世界正喺度發生緊一場文明嘅重組。俄羅斯同中國嘅模式係嘗試用集體同權威去對抗規律，結果係陷入停滯。阿根廷同委內瑞拉嘅重生係話俾我哋知，無論你跌到幾深，只要你肯回歸常識，擁抱市場，尊重個人自由，你就一定有救。我送俾大家嘅最後一句心底話：呢個世界好雜好亂，所以叫雜不楞。但如果你能夠睇穿數據背後嘅恐懼，睇穿政客背後嘅良單，你就會發現歷史其實冇乜新嘢，只有不斷重複嘅人性。保持清醒，唔好做痛苦嘅旁觀者，喺呢場大佈局入邊守住你嘅資產，更要守住你嘅腦袋。多謝大家收睇呢個系列，我哋下一個大專題再見。